高中以前的历史老师何连成先生啊，写这个对联，这盐水八角楼祖先姓叶瑞希先生，大概是我的祖曾祖父啊，赵天子之前，曾祖父在国父那个年代的清同治5年出生，更早的清乾隆年间。叶瑞希先生可能先行，可能清朝仁宗乾隆年间，乾隆8年留英华联军呢，那个乾隆初年大概就出生了，光绪4年做到五品官，同治年2年就考进秀才。这个导览很仔细，后面还有介绍。相对的1、2、3，有没有？对，这个就正幅度，小到没有幅度。那清朝这个大很多，有那个然后动物恢复所以因为匠师还设计3个幅度，在这边把它们挡住，然后这里又有4个多青筋。安尼过门的啦，较袂叫人弄门，防盗界的。夜宵在也写算是一个好呀嘛，你再看他清楚的双腿，在南外你把是吗？对啊，对，所以八角，而且2层楼。好多照片。我们再看到这个有一个3寸金莲的鞋子。哎呀，会使入去看哦。伊内底还佫有咧展览哦。那导览老师优秀。无嘛，唔知影讲抑佫会当入去看。还佫爱看这门，保护门，有啥物空吼？原来就是爱弄迄个大插箍，人讲过门嘛，叫弄歹3空的，我咧3支条安尼护咧就好作用的。门较袂叫人弄开。这还佫有哦，谢谢。大家看3寸金莲，3寸的，就是迄个白塔的。优秀。看，咱就来故事馆。那优秀。等一下，我们往回走，我们回故事馆。夜间文学协会故事馆，盐水故事馆。为了夜间文史协会帮忙成功大学历史系毕业学长。这男女文史协会。鱼丁啊，一炸鱼丁的呢。这边呀，做正方形啊、圆形一定动水，一定按做菱形的一个动水，水会流通。菱形的。今仔佫看会到3寸金莲哦。今仔看会到3寸金莲。以前迄老前辈迄个较像。这就是咱的大众庙的拜神去大家，这就是咱即马盐水故事的一家，大众庙。聚光点。好，来我们故事馆。我们回故事馆了。回故事馆哦，直接别出去哦。主笔的我翕一个啦，感恩主笔。感恩主笔这地方赞。若无伊安尼介绍，佫毋知遮佫有。
是。印章。无解泥塑，无解还有泥塑。木雕构件。我行直接来哦。行对遐去，我行直接来。干要？